美国星期四要求所有国家大声疾呼，反对中国当局的人权侵犯，尤其是虐待东突厥斯坦穆斯林。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在向记者讲话时，赞赏中亚国家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不将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人驱逐回中国，并确保保护到达中亚的个人的人权。他说，从原则上讲，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不仅是中亚国家大声疾呼，反对在整个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对穆斯林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赞赏中亚国家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不将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族驱逐回中国，并遵守到达中亚的个人的人权。瑞典维吾尔人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示威活动，以纪念23年前发生的伊宁大屠杀。由瑞典维吾尔教育学会组织的活动得到了该国土耳其民间组织的支持。示威者高喊“中国滚出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自由”等口号，并举起伊宁大屠杀受害者的照片。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主席格里普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举行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1997年2月5日在东突厥斯坦伊宁发生的大屠杀。他呼吁中国政府关闭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并允许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进入该地区。大量民众参加了示威游行，警察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爆发，感染人数巨大，死亡人数成谜。外界注意到中共僵化的官场规则，以及共产党视人命如草芥的本质。中共不顾民众死活掩盖武汉疫情真相，导致病毒扩散全球。中共则大规模封锁城市应对，而被封城后的武汉城内千万民众肺炎病毒的交叉感染下，患者及其家属们被逼入绝境。上周，中国中央政府下令该市围捕所有可疑患者及其在大规模检疫营地中的亲密接触者。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流行视频显示，穿着防护服的政府人员已开始对人民实行强制隔离措施。医务人员和警察像犯罪分子一样对待可疑患者。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批评。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声明于2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土耳其方面宣布，作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措施，决定暂时停止从中国进口所有活体、非活体动物及动物类制品。声明称，我们对土方的决定感到震惊，并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表示，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土方决定违背了上述精神。目前没有证据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能够通过货物贸易传播。如果土方将上述限制措施付诸实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两国正常贸易秩序。在中国人民全力抗击疫情之时，此举也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周六对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政府和驻扎在东方的军队之间的拟定军事行动表示关注。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使馆关切地注意到，有报道称，利比亚国民军和民族协议政府的部队正在考虑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泰国东北部赫刀府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20人死亡，31人受伤。据报道，一名泰国士兵8日从赫刀府一个军事基地偷出武器，开枪打死自己的长官和另外2人后驾车，逃到一家大型商场附近，朝人群开火。枪手随后进入商场，将16名人质困在商场的4楼，与警方形成对峙。
在多次试图枪击枪手未果后，泰国特种部队于当地时间8日深夜进入商场内，疏散了商场内的大批民众，但目前尚未找到枪手。